全新啟用嘅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，採用創新港式全科加3甲專科，讓港澳居民享受無縫銜接嘅醫療服務。中醫專科全覆蓋內科、婦科、骨傷科等12個科室，支持醫療券結算，提供中藥分蒸、穴位敷貼、艾灸等港人喜愛嘅中醫項目。醫療券目前僅限門診使用，住院費用仍需自費或者通過商業保險結算。灣區智慧生活。隨住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加速，中山市多家醫療機構已經推出專為港澳居民設計嘅便民醫療計劃。今日就為大家深度解釋中山3大醫院嘅港澳特色服務，幫助你就醫時精準選擇。中山市人民醫院港式醫療新標杆，核心優勢：2025年10月全新啟用嘅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，採用創新港式全科加3甲專科，呢一種先全科後專科嘅模式，能夠實現全週期跨地域嘅健康管理，讓港澳居民享受無縫銜接嘅醫療服務。特色嘅服務，全科診療由接受港式培訓嘅醫生團隊提供家庭醫生式服務，涵蓋健康評估、疫苗接種、慢性病管理。跨境醫療聯通支持與香港養和醫院、鏡湖醫院等機構遠程會診，病歷互認更便捷，支付便利，直接結算香港友邦、保誠等主流商業保險，免去墊付煩惱。藥械保障通過港澳藥械通引進香港註冊藥品同埋醫療器械，例如心血管支架、靶向藥物。語言無障礙，全線提供粵語服務，掛號處、藥房均配備粵語人員，適合人群需長期慢性病管理，希望享受港式全科服務嘅中青年港澳居民。中山陳星海中西醫結合醫院長者醫療首選。核心優勢：珠江口西岸首個香港長者醫療券使用機構，中西醫服務並重。特色亮點：醫療券適用範圍廣，涵蓋24個專科門診，包括皮膚科、眼科、康復科等冷門科室。中醫特色突出，將針灸、推拿、拔罐等傳統療法納入醫療券支付範圍。藥械相通，不僅引進香港常用藥，仲配備香港常見嘅康復設備。流程優化，設長者專屬通道，香港身份證可直接登記使用醫療券，適合人群60歲以上香港長者，特別係偏好中西醫結合治療嘅慢性病患者。中山市中醫院中醫養生優選，核心優勢：2025年7月新進納入醫療券試點，專注中醫藥特色服務。特色嘅服務，中醫專科全覆蓋內科、婦科、骨傷科等12個科室，支持醫療券結算。特色療法，提供中藥分蒸、穴位敷貼、艾灸等港人喜愛嘅中醫項目。養生一體化，推出治未病套餐，即預防未發嘅疾病，可用醫療券進行體質辨識同調理。藥材保障，中藥房嚴格按香港標準管控藥材質量，適合人群信賴中醫養生、需要調理體質嘅港澳居民，特別係中老年群體。3大醫院服務對比一覽表。醫療機構：中山市人民醫院、陳星海醫院、中山市中醫院。特色計劃：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、長者醫療券計劃、長者醫療券試點。支付方式：雙保直付、自費、醫療券自費、醫療券自費。核心優勢：港式全科加跨境轉診，24專科覆蓋加中西醫結合，12中醫科室加治未病，最適合人群追求港式服務嘅上班族，需要綜合治療嘅長者，中醫養生愛好者。溫馨提示：一、預約技巧，建議大家通過電話或者線上平台預約，節省等候時間。線上可通過粵省事呢個微信嘅小程序，提前3日預約。港澳居民通道通常有號員預留。2、證件準備，無論去邊家機構，就診時請務必帶好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，即回鄉證同香港身份證。如果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證，亦需同時攜帶。3、費用注意
醫療券目前僅限門診使用，住院費用仍需自費或者通過商業保險結算。如果你有商業醫療保險，喺就診前最好先同保險公司確認該醫院係咪喺其合作網絡內，以及報銷嘅具體流程。4. 語言溝通，3家醫院均配備粵語服務，但建議複雜病情仍提前預約雙語醫生。中山嘅跨境醫療服務正日益完善，無論你係長期定居定係偶爾北上就醫，都能夠揾到適合自己嘅醫療方案，滿足唔同港澳居民多樣化嘅醫療需求。希望呢條視頻能夠幫到大家。如果你哋有喺呢啲醫院睇病嘅經歷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，幫助更多朋友做出選擇。記得訂閱頻道，就將會第一時間獲取更多大灣區生活嘅實用資訊。